继续要来看 IG 这个社群平台，最近有一个笑话叫做“建中共产党”，莫非这是阿强啊渗透着校园？讲唔是啦，这是2年外前建国高中毕业的学生所创立的组织，并唔是学校正式的社团。啊，讲唔是建中尔，甚至阁有共产党联合会，包括成功高中、邦桥高中，拢是成员之一。总共有39间的学校，拢有这款的组织。学生讲，当初创办的目的是为着要推动学生自治，甲阿强啊完全无关系。三角形倒柄的符号写建中，本正校徽中的字变做代表共产主义的念力啊，讲推下，规个 logo 红色倒搭黄色，这是建中共产党设立网站，写用民主方式推动共产党。伫咧建中的执政，特别爱学校高速改革。那建中甚至阁有共产党联合会网络拍开，阁清楚列出成立宗旨和会议记录。各家惊人的是，包括陕北有名学校、成功高中、邦桥高中等等，拢总39间学校拢有这种组织。不过，这其实并不是学校正式的社团。孩子他们可能创 IG。也是他们的一种民主自由的一个表现，粉专的创立，你的一个发言各方面，是否用学校的一个名称？如果是用学校的这方面的一个部分，那我觉得你也必须要做这方面的一个责任，也必须要经过学校的一个同意。媒体素养未来是我们学校推动的一个重点。北市教育局嘛补充，若是学生组织想要代表学校使用校徽或者是票头，拢应该甲学校报备，无经过允准，甲自己使用，恐惊会侵权。而且中心这的自治活动，拢要伫咧合法的范畴来做。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有幻想啊，其实我觉得是蛮正常的哈。我希望说年轻人多研究一下中共的党史啊，还有国际共产运动史。那现实的共产党统治跟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两回事啊。就算建中共产党创办学生买回这个组织，和中共完全无关系。2年外前成立，嘛只是为着对时行，是挑工的，或者是单纯娱乐，已经互侪私心网友热烈讨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